请贤妃娘娘海常在安。传皇上口谕。皇上请贤妃娘娘速往长春宫。是。姐姐，不会又有什么事儿吧？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，放心吧。上次就是皇上就会取笑臣妾，取笑你又如何？皇上，贤妃娘娘到了。臣妾给皇上、皇后娘娘、贵妃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坐。皇上。今儿个，朕急着叫你们来皇后的宫里，是有一件事情要同你们商量。朕去查问永皇的功课，谁知啊，朕才命他写几个字，他却盯着贵妃手中的糕点去了。永皇虽是大阿哥，可他毕竟是个孩子。皇上切勿怪罪，之后让师傅好生管教着便是。朕原本啊也是这么想，但朕看他手臂上有几道伤，这底下伺候的人一个也没发现。可不是嘛，照顾大阿哥的那些嬷嬷们也太不小心了，天天为大阿哥换衣裳，竟看不见他手臂上的伤痕，要么就是太粗心了，要么那些衣裳就不是他们为大阿哥换的。臣妾看见大阿哥手臂上的伤，臣妾也心疼的。贵妃的话没错，这永皇身上新换的衣裳都是临时套上去的，这旧的衣裳都有3、4日没洗过了，里面啊都好多油渍了。是臣妾不好，永皇身边的嬷嬷是新补上来的，必定是这些新来的奴才疏忽懒惰了，臣妾必定责罚他们。这底下的奴才，朕会亲自发落。你也不是不用心，只是底下的人欺负永皇没有额娘罢了。所以，朕在想着，要给永皇找一个养母来照顾他。皇上，您就把永皇交给臣妾抚养吧，臣妾一定细心照料大阿哥。贤妃可有这样的心思？皇上若放心将永皇交给臣妾，臣妾欣喜万分。其实，臣妾好歹生养过，皇上若是放心的话。好了，朕知道你们都喜欢孩子，可是孩子也得与你们投缘才行啊。所以朕呢，叫人把永皇带了过来，谁做他的额娘，让他自己决定。王钦，奴才在。带永皇过来。这。见过各位娘娘。永皇，来。告诉皇阿玛，你愿意谁做你的额娘啊？皇阿玛，儿臣有额娘，儿臣的额娘是皇阿玛的哲妃。皇阿玛知道，谁也取代不了你的额娘。皇阿玛只是想找个人照顾你，像你额娘一般疼你罢了。选吧。永皇，到惠娘娘这儿来。永皇，惠娘娘这儿有好吃的点心，快过来。惠娘娘，儿臣不饿。贤娘娘。
永皇，你的意思是你要贤娘娘做你的额娘，而不要惠娘娘手中的糕点是吗？儿臣不饿，儿臣要贤娘娘做儿臣的额娘。好，这母子啊是前世缘。贤妃，这是你的孩子了。皇上，方才我们俩说……好了，贵妃，你身子不好，孩子顽皮，你也受不住。再说了，贤妃也比较清闲，永皇交由她照顾，这样也好。贤妃啊，你可得好生照顾永皇啊。皇上将永皇交给臣妾抚养，是臣妾的福气，臣妾定不会辜负皇上的期许。谢皇上隆恩。儿臣谢皇阿玛。好，起来吧。求了皇上那么多次，眼见终于要成事儿了，没想到竟便宜了贤妃。珠儿，别生气了。贤妃不得宠，大阿哥迟早看明白，会知道跟着你有多大的好处的。原本我跟贤妃都没孩子，如今她骤然得子，还是长子，岂不是要越过我去？哼！我一定要把永皇给抢过来。娘娘小心，去协芳殿，狠狠掌那帮奴才的嘴，连大阿哥都照顾不好，惹出这样的事端。娘娘息怒，永皇受委屈，皇上难免要责怪我这个做嫡母的不上心。本宫是不喜欢哲妃，也不喜欢永皇好胜，可本宫自问尽到了嫡母的职责，并没亏待她分毫，都是奴才们不是，坏了娘娘的好意。可是娘娘，大阿哥没娘的时候就仗着长子的身份想要拔尖，如今跟了贤妃，岂非心更大了？皇上明明冷落了贤妃，为什么要把永皇给了她？莫非大阿哥与贤妃早有勾结，所以才故意与她亲近？会有这样的事？奴婢也是揣测。贤妃一直膝下无子，如今收养了大阿哥，不就像当年太后收养皇上一样，可以母凭子贵？难道她在算计本宫的皇后之位？贤妃当年差点当了嫡福晋，她岂有不记恨您之理？如今得了大阿哥，只怕还要算计二阿哥的太子之位呢。谁也不能算计本宫的儿子。贤妃失宠多日，还能得个皇子，还是皇长子，这番心计谁人能及？是本宫轻视了他。本宫原本以为他没了景仁宫就翻不出天去，可如今永皇已经去了延禧宫，还来得及。伺候大阿哥的那些奴才们是要发落，但要紧的奶娘乳母还是要跟过去的，咱们好歹还能得些消息。素莲，你快些去。娘娘放心，一切自有奴婢，您无需劳心。奴婢去了。主回来了。三宝，奴才在。你去把冬天殿收拾出来给大阿哥。这，从今天起，大阿哥就是本宫的儿子，养在延禧宫了。恭喜娘娘，恭喜大阿哥。阿若，回头伺候大阿哥的嬷嬷回来，你你现在已经在延禧宫了，就不用害怕了。
只要离开协芳殿，我就不怕了。坐那。撞的疼不疼？不疼。傻孩子，怎么会不疼？我自己撞的，当然不会疼。而且我不说，谁知道我擦伤了呢？嬷嬷们都不管我。正因为他们不管你啊，你才要更懂得照顾自己。贤娘娘也是没办法，才想了这个法子，忍着点啊，疼。您是要救我，我心里都明白。要不是您让索性给我送吃食，我总饿着肚子。别的孩子在你这个年纪都无忧无虑的，偏你要懂这些，我也不忍心。我来这儿，您高兴，我也高兴。永华，你要是叫不惯我额娘，就叫我贤娘娘。你的亲生额娘是哲妃，但是我会像待亲生儿子一样对你好。贤娘娘，我选您是因为您待我好，那么您为什么要选我呢？因为贤娘娘孤零零的没有孩子，永皇呢孤零零的没有额娘，所以两个孤零零的人要互相靠在一起，就像冬天两个不暖和的人靠在一起就暖和啦。从前我娘还在时，惠娘娘从不理我，今天哪怕她要我说喜欢我，我也不信。我猜想着，她才不是真心喜欢我，她是看上了我长子的身份。我被嬷嬷们慢待，多半也是我长子的身份才被人猜忌为难。永皇什么都明白，我是宫里的孩子，必须什么都明白。海兰，我听说姐姐新得了个儿子，真是恭喜了。是大喜，皇上突然招了我去，想不到是这等喜事。我那儿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寻了2匹缎子，给大阿哥做件新衣裳。多谢海娘娘，真是好孩子。以后贤娘娘在，就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。哟，秦公公，给您请个安吧。免了，该请啊。行，进。哟，这是谁呀？是哪阵风把秦公公给招来了？皇上下旨，贤妃娘娘得了大阿嘎，这宫里啊，这得多添置些东西。这不，内务府赶紧挑了上好的东西送来了。哎，贤妃娘娘和大阿哥呢，我得请个安去。哎，可不敢让您进。您是咱们延禧宫的寨主，欠着您1800两银子呢，咱们可得把您供起来才是啊。阿若姐姐呀，那天是我喝多了说胡话，姐姐别往心里去啊。谁是你姐姐？我是你姑奶奶，由着你克扣延禧宫到今天。你去回阿若这样当面为难，这些东西怕是不大好吧？咱们不敢收。内务府的人一向狗眼看人低，由着阿若闹一闹也好。我还要去内务府问一问，我们只要有没有听着言语不过分就好了。我要拿去给皇上瞧瞧。哎呦，好姑奶奶，好姑奶奶，您饶了我，全是我犯浑胡说。内务府这2个月欠延禧宫的东西，奴才我是足足的加了倍才赶来的，还请姑奶奶您笑纳啊。好姑奶奶，原是我糊涂。您说这东西不送进来，岂不是违抗圣旨吗？还请姑奶奶多担待。那也得让我看看是什么东西，总不能由着你把臭的烂的都送进咱们延禧宫吧？是，都是啊，大阿哥的香笼，还有皇上赏的器具摆设和鞋袜衣料，您看看，全是好东西。先挪进去再说。哎，得了，挪进去。等等，这是谁呀？原先伺候大阿哥的人啊，都被皇上给打发了。这是大阿哥从小的乳母李嬷嬷，所以跟他延禧宫照顾。
哦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伺候大哥的李嬷嬷呀。我想不明白，别的奴才也罢了，李嬷嬷跟着我那么久，为什么也这么待我了？饿着我，冻着我。人心啊，会为权为利而变，只有亲情是不变的。走。嘿，给贤妃娘娘请安，给海棠菜请安。哎呦，我的好阿哥，可算见着您了，想坏奴婢了。哎，你站住！你什么人啊？对贤妃娘娘这般不尊重。请贤妃娘娘安，奴婢是大阿哥的乳母李氏，大阿哥是奴婢一手奶大的，什么都听奴婢的。日后贤妃娘娘若是要管教大阿哥，都跟奴婢说就是了。你伺候大阿哥多年，本宫敬重您，称你一声嬷嬷。不过你却倚老卖老。如果你能管教大阿哥，为什么连他衣食不周、生了病都不知道？你仔细告诉本宫，去年冬天大阿哥着了2次风寒是为什么？又为什么连绵2月都未曾痊愈？要不是你们这帮奴才懈怠，大阿哥会这般可怜？大阿哥着了风寒，是他自己不爱多穿衣裳，又不肯好好吃药。奴婢虽是贴身照顾，但哪里能时时刻刻都看顾到啊？不是这样的，李嬷嬷待我最不好。大阿哥，您虽然是主子，可您说话不能这么没良心啊！您可是喝着奴婢的血，吃着奴婢的肉长大的呀！您可不能睁眼说瞎话呀！三宝，小福子，把他拖出去，替本宫杖打30。这，大阿哥，您为奴婢说说话呀！大阿哥，我可是您的乳母啊！大阿哥，大阿哥，你救救我呀！大阿哥，你救救我呀！大阿哥，看在我昨天照顾你的……你们都给本宫看着，欺凌主上就是这个下场。是。本皇，你看，这就是欺负你的人该受的责罚。还要打吗？一个人做了什么样的因，就得承受什么样的果。他们欺负你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了。儿子记住了。主，杖打30已经打完了。赶出宫去，永不得进宫伺候。这，你们都听好了，从今以后，永皇是本宫的养子，谁要敢懈怠，李嬷嬷就是个例。是。贤妃娘娘饶命！贤妃娘娘饶命！秦公公，阿若，我真喜欢看姐姐这样，看着姐姐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秦公公，这就是你送来的绸缎，里头都腐了。是，奴才知错，奴才知错。你拿着这个上吊去，咱们主啊就饶了你。阿若姐姐，您不过可惜了，腐绸吊不死人呢。水枝，把他们送来的残羹冷炙拿来，请秦公公在这儿吃了，顺便给我们主表个心，长个记性。是。贤妃娘娘，您就饶了我吧，我就是一狗奴才，您就拿我当一屁放了。我这，吃，大口吃。不许吐，咽下去。贤妃娘娘，贤妃娘娘，您就饶了我吧，我这实在是咽不下去了。我就是一狗奴才，您就饶了我吧，贤妃娘娘。活该。打了李嬷嬷，惩治了秦丽，这才是乌拉那拉氏的女儿。忍不住要露出尾巴来了。
臣妾想，既然这大阿哥已经被贤妃夺了去，那就只能从贤妃着手了。若是这大阿哥能离了延禧宫，无论是回协芳殿，还是另寻养母，总比跟着贤妃好啊。这贤妃连长子都能夺了去，臣妾可真是打心眼里怕了他。您是敦厚人，比不得贤妃会算计，臣妾怕您吃亏。他家世没落，倒还好些。越是这样的人，就越会拼了命的去争宠夺利益。皇上偏要把永璜给了贤妃，本宫真是不明白皇上的心思。咱们又不能天天陪在皇上身边，哪能知道呢？听说皇上身边的王亲可惦记着娘娘身边的宫女呢，不知是素恋呢，还是怜心呢？连你都看出来了，王亲寡廉鲜耻。这王亲贪财，拿银子笼络他，这样的事谁都会做。若是这王亲能安心做皇后娘娘的眼睛和耳朵，那皇后娘娘也不必再悬着心了。这事儿本宫本来想搁着，到底是把宫女配给太监对视，太伤阴质。这种事儿乾明宫里多的是。虽说如今的宫女到了年岁就会被送出宫去，可私下里这宫女和太监相好的事儿也不是没有。若是皇后娘娘肯恩典王亲，赏她个宫女做妻室也就是了。这若说到贴心能干，总是素脸。她要是跟了王亲，本宫倒还放心些。那皇后娘娘就更少不得苏恋在侧了。这苏恋已年过30，也不小了。若是拢不住王亲的心，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？苏恋啊，就是吃亏年纪大些，但是胜在稳妥。再说，那王亲年纪也不小了，他还嫌弃苏恋吗？那王亲的眼珠子可总溜在莲心身上呢。哎呀，到底是莲心年轻漂亮，别说是男人了，就连太监都动心呢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宫里的宫女们仗着自己年轻漂亮，谁不想像梅常在一样飞上枝头？这宜贵人从前还是娘娘的侍女呢，哲妃还是您的祖姐，荣华富贵在前头，有几个不想往上爬呀？家主，哟，怎么了？奴婢多谢家主替奴婢说话。啊，你听见了？啊。哎呀，我也是看你对皇后娘娘一片忠心，才替你说话的。皇后娘娘心慈，有些事儿，只是心里不高兴，又不敢出手收拾。皇后娘娘也亏了你替她费心了。你呀，还是赶快去把李嬷嬷的手尾了了干净要紧，别扯出你来。是，这些年来多亏您照应奴婢了，奴婢感激不尽。嗨，没事儿。永璜，伺候你的下人都是新挑的，底细也干净，你不用担心。海娘娘刚才给你量了尺寸。咱们也做些新衣服来替换。试试这床，刚铺的软不软？多谢母亲。你叫我什么？母亲。从来都没有人叫过我母亲，母亲定会好好待你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，不用害怕。
时辰不早了，大阿哥该歇着了。是该睡觉了，明儿还要去上书房呢。擦擦脸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睡安心觉了。睡觉吧，睡吧，母亲陪着你啊。珠儿，你怎么不弹了？皇上都不来，弹琵琶给谁听啊？皇上宠您，迟早会来的。皇上的一颗心都在延禧宫呢。这娴妃真是时来运转，这就得了长子。您有皇上的宠爱，也会有自己的孩子的。来，珠儿，先喝口茶。珠儿，您怎么了？不知怎的，这几日头晕目眩的。小心，哎，这些料子都不行，太闷了。永璜是男孩子，怕热。这些呢？这些也不怎么好。怎么选一批料子这么难呢？您给自己选料子都没这么伤心。永璜他叫我母亲，我的心就软了，好像真的是自己的孩子。朕听到你说这些话，还真像个慈母啊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臣妾唠叨，让皇上见笑了。这些日子，朕没来看你，你怎么想？皇上是觉得臣妾自以为是吧？原本以为你说的那些话会戳朕的心，所以朕也就不予理会。可不知怎么的，这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觉就这么做了。只能这么做，给他点名分，给他点尊荣，哪怕什么都不说破，朕夜里睡觉也会睡得好些。这些话，朕憋在心里很久了，才跟你说出来。你是不是觉得朕很傻？是臣妾说了让皇上为难的事儿，让皇上烦心了。这些为难的事，只有你会对朕说，除了你，没有别人。那天也是臣妾鲁莽了，但臣妾看皇上总是惦记着生母的生辰，心里不忍。朕可以想，但从不能说出口。世间万物皇上都有了，千万别留什么缺憾。朕明白，朕明白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在弥补朕心中的遗憾。可朕的生母，是朕心中的隐痛。朕敬她，爱她，也曾怨她。若不是她，皇阿玛也不会不喜欢朕的。这不是李太嫔的错。我知道，只可惜，朕从来没见过她，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皇上弥补了自己的缺憾，也成全了臣妾的心愿。你知道朕，朕也明白，你一直想要个孩子，所以
朕只能暂时先给你个养子。臣妾当然希望享有咱们的孩子，但眼下带着永璜也挺好的。永璜呢？朕想看看他。永璜在你这儿睡得挺香的。是啊。皇上，臣妾日思夜想，有一天有了咱们的孩子，就这样3个人带着，多好。会的。二个都舍不得你走，母子连心，本宫又何尝舍得？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皇后娘娘万安。起来吧。王公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皇上派奴才给2阿哥、3阿哥送一些薄荷生姜粉，防着中暑的。那大阿哥那儿呢？皇上最近常去延禧宫，大阿哥那份儿皇上去的时候带去了。那就好。皇后娘娘，奴才有事儿要禀报。你们别跟着了。贤妃得宠，兼又得子，就连养心殿的李煜现在都给他传递消息了。一个李煜，你都防不住吗？奴才有心为皇后娘娘办事儿，可怕这心有余力不足啊。哦，奴才白日里得伺候着皇上，还得防着李煜，得空还得打探着消息。回到屋里，冰锅冷灶，炕冷茶凉，连个说话的人儿都没有。再加上奴才这老腰旧疾复发，疼得厉害。您让奴才怎么安心效忠皇后娘娘？你可是有了可心的人了。平日来传话的都是莲心姑娘，这一来二去的，也算熟人。你若是喜欢宫女，本宫挑个年轻貌美的给你。可莲心是本宫用惯了的人，嫁了人也不方便。奴才是皇上身边的人，莲心姑娘是皇后娘娘的得力丫鬟。奴才和莲心不是正好吗？再说日后皇上那边有什么消息，奴才传话给娘娘，岂不是更方便？奴才求皇后娘娘成全，奴才一定以性命报答。
皇上，明日薛永莲第一日去上书房读书，臣妾想亲自送他去。皇后不放心吗？朕给永莲找的陈太傅和百太傅都是博学鸿儒，都是朕挑了又挑的。永莲年幼，有好多话，臣妾想亲自跟他说。好吧。皇上，那莲心的事，皇后真这么打算？王亲对莲心有意，也不是一日两日了。再说，莲心也没有了父母，底下又有一堆弟弟妹妹要他当差养着。若是能配给王亲，也可以继续在长春宫侍奉，也倒是成全了他的心意。可王亲到底是个太监，是他来求你的吗？他怎么好意思求臣妾？是臣妾可怜他们孤苦，才想让他们成个家，以后也好彼此有个安慰。这王亲虽说是个太监，可是他若真的能心疼莲心，也算是件好事。这事情啊，勉强不得，得两个人愿意才行。皇后得问好了莲心再做主啊。臣妾知道。当心着脚底下。永莲，你还没睡醒呢。今日是你第一天去上书房读书，必得知礼明规矩。这往后卯初读书，未正2刻散学，散学后习布设，还属无间断。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啊？元旦、端阳、中秋、万寿节，还有就是你自己的生辰，一年有5日可以休息。永莲，你是皇上的嫡子，更要勤勉好学。虽然卯初读书，但是寅正时分，你就要去上书房温书，皇额娘也会常问起你的功课，可不许偷懒。儿臣定不辜负额娘的期望。好，你听说了吗？皇后娘娘要把莲心配给王公公啊，这也得两情相悦吧？你说莲心会喜欢王公公吗？那怎么了？站住！王公公，王公公，王公公，说什么呢？太监无妻儿，宫女无夫郎。我们结个伴怎么了？是。这是有脸面的人才能得到主子的这个赏赐，你们有这个脸吗？你们有这个面吗？恭喜王公公，恭喜王公公！但是活给你们都派少了，干活去。是。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？是，王亲看上莲心很久了，只是皇后娘娘一直没有松口，如今不知怎么竟答应了。许是皇后娘娘想借王亲探听圣意，多重依靠。可她是皇后啊，何必呢？万人之上有万人之上的孤苦害怕，就像站在塔尖上，一阵小风都会变成大风。倒是苦了莲心。咱们挑点新鲜的薄荷叶煮水，永璜怕热，用这个洗澡凉快些。自从大阿哥来了，这里多了些欢快的声音。皇上昨天晚上说，永璜住在延禧宫，你也费心照顾，所以打算给你尽一尽位分，便是贵人啦。皇上这是看重长子啊，只是不知道谁有幸可以生下皇上登基后的第1位皇子，那才真的是贵子。姐姐，加把劲儿啊！啊！儿子请母亲安，请海娘娘安。起来。怎么不高兴啦？那我们先用晚膳，用完晚膳，母亲陪你出去走一走啊。母亲，二弟第一天来读书，陈太傅就夸他仁厚，有太子之风。母亲，做太子很好吗？为什么永年可以做，我不可以？
永莲是皇后娘娘嫡出，身份很尊贵的。可我是皇阿玛长子，他们都说长子应该做弟弟们的表率，太子不就是表率吗？谁跟你说的这些？额娘在时说过，额娘说太子也有许多是长子来做的。永华，在宫里啊，子凭母贵，母亲和你额娘都是嫔妃，比不上皇后娘娘，所以你的地位也比不上二阿哥。这话以后不许说了，说出去给自己招祸，知不知道？儿子明白了。主儿，有哭声。